各位大家认识下列个客家的人物，听介客家贡献奖揭出新手奖，学术、艺术、文创产业类的得主，还有精巧创作编写客家歌曲的现任陶研系东门国小高中童华人拿到。童高中是苗栗头5人，对民国82年到了下，已经创作超过200条的客家歌曲。佢表示，呢摆拿奖是一种肯定，佢同欢喜，未来会继续创作，本客家歌谣是永久嘅传承。破茶路馒頭。客家用嘅歌曲，所以有客家用嘅樂譜。童高中講，其實係客家歌，當然會有客家元素，雖然歌曲嘅節奏同刻畫嘅意義，寫歌嘅時節係同充實、同技巧性嘅加入去。破茶來表示那個客話，破茶嘛該，破茶嘛該。下面回答啦，破茶派架子，派架子就。你咪拿到聽介客家貢獻上嘅童華人同陶人演做音樂教育差唔多40年，未做過陶研愛樂合唱團嘅團長，做是得到音樂高中嘅好名聲。而創作嘅歌曲已經超過200條，逐條做下真好聽。你咪拿獎，佢始終同歡喜，因為你係對佢情態肯定。也係多年去解作曲，去表演去比賽，最主要是 MV 客家人客家肢體做應該做嘅事情啦。我做10多年我知道客委會也俾本眼那個講用我知道都是非常多講用啦。比我做高中做乜嘅最會高中講，因為全國都2、3年啦。童華人高中講創作客家歌曲對佢來講係個使命，除咗創作藝術歌曲、兒歌，咪譜寫合唱、唱唱曲。因為佢認為客家歌曲未有得到教育、演藝廳來傳唱，所以要對各方面結合，同強化客家音樂嘅文化精神同內涵。我哋客家文化將有未來，歌將是永久傳唱。客家新聞羅文泰陶研報道。